北投因为离迄款台北城较近，啊，所以就是讲，啊，台北城嘛是足早就已经有开发啦，已经有开发啦。啊，自淡水要甲迄款一寡民生物资，啊，上来去台北城，就是行喺淡水河，啊，踮咩大稻埕这边的码头，上岸嘛，啊，所以迄时阵初到来北投调查温泉，来北投开发温泉，一开始就是讲会使坐船，会使坐船，啊，同侪就是行路啦，啊，过来就是讲军人伊拢有马，啊，所以买骑马来，啊，搁另外就是讲第一款火车铁路还未完成的时阵。迄时阵，佫有人是坐马车，坐马车、马车啊来北投浸洪水，迄是拄开始的时阵，啊，1901年台湾的迄款铁路完成，就是运鸡人一直到迄款高雄打狗嘛，这个所在，啊，落尾佫有到迄款屏东，啊，但是迄时阵就是。1901年的时阵是初步的完成，但是完成这个铁路的时阵，就是有一条特别支线，这条支线叫做淡水线，甲即马咱捷运的淡水线是一模一样的路线，一模一样路线。啊，伊第中啊，就是讲这个淡水线，伊就是第一开始，伊就是有设迄款北投站，北投站，北投站，甲咱即马看这相片，这是新北投站，无共款。啊，迄时来北投，啊要进北投的洪水，你就是坐火车到北投站落车，啊，然后就行路入来，过溪、盘山，到新北投这个所在，因为新北投这个所在到洪水，拄开始就是较辛苦啦。虽然已经有火车较方便，啊，但是你来进洪水的所在，就是爱跋山涉水，真正是跋山涉水哦。啊！你洪水享受完洪水了后，你要回去的时阵，搁爱跋山涉水，啊，甲坐火车离开哦。都开始就是虽然有迄款官方的卫戍兵院这样子一个疗养的温泉的疗养的地方，啊，但是北投嘛是有足侪迄款私人的温泉迄款旅馆吼。但是旅馆你去旅馆浸洪水爱开钱。啊，所以真侪人嘛是踮迄款野溪温泉直接泡，因为野溪温泉免钱啊，北投野溪温泉就是温泉啊，啊，就是直接野溪温泉泡。啊，迄时台北厅长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我就是爱个另外个设计一个迄款公共浴场，这个所在，啊，因为迄是官方的一个部门，啊，所以公共浴场也收费会比较低廉，啊，因为公共浴场的。完成了后，就真侪人来北投浸洪水，啊，但是到北投浸洪水，就是火车落车，在北投站落车，你就爱行路过溪，爱个搬山过岭安尼，啊到北投这边浸洪水，啊，所以迄时阵就是台北厅再加迄款铁道部那铁道伊这边参详，啊，就是另外踮咧。淡水线搁增加一个支线，淡水线本身就已经是支线，伊是纵贯铁路的支线，啊，所以就是讲增加的那个淡水线的支线，那个变支线中的支线，啊，但是伊这个支线中的支线呢，伊敢一站尔，伊敢一站，伊就是用北投到咱即摆新北投，到咱即摆新北投，啊，这个支线中的支线，伊有家己的名称，叫做夜场线。啊，夜场线、浴场线，啊，就是顾名思义，伊就是因为北投温泉公共浴场的完成，啊，再增加了这个浴场线的铁路，啊，浴场线的这个铁路完成了后，伊当然伊会设迄款车站嘛，啊，这个车站因为伊是北投这个所在新的所在，啊，所以就是踮咧北投原来北投顶悬搁加一个新北投的名就是安来，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车站，有这个新北投车站，叫新北投这个地名，
无主本是无新北投这个地名。哦，新北投这个地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车站的关系，叫新北投这个地名。所以这个后来咱相片看到这是新北投车站，嘿，新北投车站。所以是为着迄个一张线，佮起迄个婚礼当中的婚礼，就是这个车站对吧？所以迄个时阵除了会当坐火车、洗温泉以外，还有这张相片咧，老师这张。是四重溪温泉附近的道路。这就是大家拢知影讲，你要去洗温泉，交通若无方便，迄人客就较少。伫南部搁较是安尼。尤其像你看关仔岭，关仔岭虽然讲1900几年，大家就知影讲，这温泉有效，大家想要来浸看卖啊。但是要去遐足困难，遐无啥物道路，啥拢无。一开始就是有迄个轻便车，轻便车是以1905年较牵一条过去，佫无法度到你到中该换坐迄个更迄个轿子，更入去，迄足麻烦就对啊。但是迄当阵的台湾的交通建设开始咧发展，有即个纵贯铁路，纵贯铁路，到2020年左右，开始一般的道路开始慢慢出现，因为汽车自动车开始愈来愈多啊。到1930，这纵贯道路，好像讲有纵贯铁路纵贯道路，开始拢用啊差不多啊。你要去这温泉区，较方便。所以到这个时站，你若要去关仔岭，一般就是你先坐火车，到这个后壁寮。去租一台汽车，甲驶过去。嘛有人去白河换迄个自动车，也直接驶过去。像这就是最有名就是屏东这四重溪附近的道路，因两边拢有这树啊、木马房，是一个足水的风景啦所以若要去洗温泉，就是驶车行这款的道路去洗温泉。